鸟鼠住伫阮兜厝边的空棚内底，毋过无来阮灶骹乱。阮欢喜是欢喜，毋过三无是安怎因来阮灶骹，拢走去阮隔壁厝边的灶骹。虽讲阮欢喜，毋过嘛恶杂，因为鸟鼠会安尼，敢讲是阮灶骹有倒面不好。搁较三无怎的时，阮兜边厝边兜拢加较垃圾。阮灶骹乌白蛋的下只一个介济，饼沙拉落伫灶台顶，红早的油葱沙拉摊伫桌仔骹。正就是下只一个也甲规死地。我搁较想嘛，干那掠做鸟鼠家己是互遮个惊着。伫一个清气的灶骹，答案鸟鼠要超着有够食才通好过冬，是一件真恶病的代志。因着爱有耐性超找，到底部几若点钟，无食饱袂煞。毋过伫阮灶骹，因拄着的甲因惯势的，实在是一顿差到笑，全煞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因点菜准时总出来汇报啊，毋过随互遮的情景甲气味，惊家己载袂牢，煞但因好好走转去鸟鼠仔空。因为袂当甲因洗身惯势的迄款超找，感觉家就袂自在。